博士同埋阿卿姐嘅勇氣，因為嚟親啲街頭論壇咧，尤其是呢排公民黨同埋民主黨嘅立場咁突出，咁俾人鬧都可能在所難免。不過都問翻兩個問題，第一個問題問翻卿姐嘅，2012普選嘅應該係你哋民主黨最大嘅政綱，但係點解都要表黨大會表決？第二個問題我又想公民黨答嘅。第一，我好想講一樣嘢，你哋其實講乜嘢，點樣包裝一樣嘢？泛民嘅選民咧係好醒目，好理性，係會知道你哋嘅行為係受到市民去監察嘅。即係你基本上你做錯嘢，你行每一步，如果你做得唔啱咧，可以話俾你聽，你下屆就唔使選翻入去立法會。所以我好想問一個咁大嘅論壇，講一個政制，點解當事人嗰5個立法會議員都唔出席呢？咁佢係一個民選議員，佢係要面對我哋嘅群眾，嚟接受我哋嘅質詢，甚至可能有啲叫做話比較激進啲嘅行為。但係你係一個民選議員，你係需要行出嚟，企喺度接受我哋嘅質詢。但係我見到佢哋連俾人質詢嘅勇氣，俾面對群眾嘅勇氣都冇，咁所以我會覺得有一啲失望咯。我問嘅問題係咁多啦。